揸奔馳跑高速，一過100米，個軚盤震到麻手麻腳。我哋珠海會車友用 Hunter 道路力模擬高速路面真實負荷，一次過周出。輪胎硬點配重錯位，普通機淨係識得轉。壓力、路面感、輪胎硬點，全部睇唔到。做完之後，100、120、140，部車定過高鐵，個軚盤滑過身一樣。呢隻鈴呢，我哋全部將舊嘅平衡廢全部清理咗，洗得乾乾淨淨，新足級嘅。呢隻呢仲未洗嘅，呢啲平衡廢接到好多嘅呢啲，我哋而家一樣要幫佢洗乾淨俾佢。如果你架車都會跑到100以上，又有個軚盤震手，或者架車有震動嘅感覺，可以嚟珠海會車友揾我。